面对未来世界。好，如果局限在我们过去的古圣先贤的经书，好，这些经书、这些智慧带给孩子的同时，如果我们可以辅佐更多科技的东西，那透过浅显易懂的故事来带领小朋友，引导他，然后说出他心里面的话。比如说，我们带领他品德啊，要准时，要守信用，要诚实，要孝顺父母啊，诸多的品德部分，你只是让他念着，那当然是不够的。透过一个故事，透过一个背景来引导孩子互动思想，那这样子的阅读对孩子是帮助的。那绘本这个东西，绘本这个东西，在我们国内大概现在是所有的印刷书籍里面最畅销的。现在实体的那个，像我们新颖的金石堂都关了嘛，实体书店都经营不下去，对不对？很难，大家都在网络上买书，甚至现在都是电子阅读。但事实上，对小朋友而言，让他打开一本书来翻阅这样的一个经典的传统的阅读方式，我们还是非常的推荐。它以图为主轴，以文字为辅助，那图像以外的一些想象力，让小朋友能够来进行他个人的一个思维。甚至于有些绘本，各位有没有看过一些绘本是完全没有文字的，无字天书，只有图。好。我有一次去金石堂买书，我在那看。我常常在儿童区，我最常逛的那个跟我自己的这个学识背景有关嘛，我念儿童文学的，所以我大概每个月都会固定时间到金石堂的儿童区那边去翻一翻有什么新书，喜欢我就买回家。我可以不买新衣，但是我一定要买新书。OK， 有一天呢，我就在那个2楼，我们新营2楼的金石堂，现在已经关掉了。然后就听到一个小女孩哦，那个小女孩大概是国小1年级，啪嗒啪嗒啪嗒的跑过去跟她妈妈讲说：“妈妈，我要买这一本书。”其实带孩子到图书馆去逛逛，到文化中心去逛逛，到那个阅览室去逛逛，这是一个很好的休闲活动。然后呢，跟妈妈讲说我要买这本书，我就听到那个好可爱，像银铃一般的声音，我就抬起头来看一下。可是呢，当我头抬起来的时候，我就听到了妈妈讲一句话，她翻，她就这样翻一翻过之后，跟她的女儿讲说：“这本的字都少拢大呢，这250块上贵啊！你去订一本字较济。”我心里面就 OS 3条杠。我看着小朋友那一本书，哇，是我最喜欢的绘本之一，叫做《失落的一角》。有人点头嘞，《失落的一角》国际这本书我一直都号称0到99岁都可以读。你不同的年龄层，你不同的心境，你不同的职场去看这本书，你有不同的启发跟触动。哎呀，我就觉得这个小1的孩子，6、7岁的孩子喜欢这本书很难得，所以我就很鸡婆的跑过来跟他妈妈讲说：“妈妈，你女儿好有眼光，这本书真是好书。”然后他就冷冷的抬起头来看着我，一起对来诈骗集团，还推销员不理我，然后我就pin啊懵我热脸去贴人家的屁股，我就回来继续翻我的书。可是我还是很好奇的，想要去看接下来这对母女怎么办，怎么互动。所以呢，我就看着书，眼睛瞄着。后来呢，我就看着那个小女孩，中间的过程我还真的因为我投入在我的书籍里面我可能忽略掉一段。等到我再回过神来关心他们的时候，那个小女孩已经拿着那一本书，就是《失落的一角》，啪嗒跑到柜台去结账了。她成功了，妈妈最后还是给她买。好，所以对孩子来讲，字很少，因为他认识的字真的不多。好，没有文字的框架，只有线条的东西、色彩的东西，其实更容易让孩子产生很多的想象力。好，孩子的想象力随着到国小读书，到国中读书，到大学读书，我们的想象力，对啊，大家在摇头。年纪越大，想象力就越低落，对不对所以呢，怎么样保有孩子的想象力，就是他创造力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所以不要随意的去抑制我们孩子的想象力。
绘本这个东西，你在亲子共读的过程里面，我相信各位都有去享受过。亲子共读除了我刚才讲的那些优点以外，另外一个就是让孩子静下来，坐在你身边，去感受那个安静下来的感觉。很祥和，不是妈妈在骂我，不是爸爸要催着我去写功课，就是静下来陪在妈妈旁边，有时候还可以听到妈妈的心跳声，很安静的，让孩子去感受到动静分明的过程。现在孩子天天嚓咔给安呢哈，让他能够静下来。所以每一个孩子，我们期待的每一天有静下来至少30分钟、1小时的时间读经，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过程啊，读经。看书、阅读、读一本书、听一个故事，大人在共读的过程当中去进行导读，因为孩子识字量不够，学龄低幼的孩子，因为他的识字量不足，要透过我们的声音，透过我们的带领，让他朗朗上口，过程里面让孩子体会静下来的感觉，也许爸爸妈妈跟小孩子间也有一个共同心调的情感，那个就是亲情之间很重要的一个亲密关系的养成。说到亲密关系，我想要在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我们早上起床，早餐很多人喝牛奶当早餐，牛奶我们去买的时候有效期限嘛，那弄一款。这罐乳龄有效期限什么时候？你会去大概预估一下，这款有效期限时间以来我给你没了，你要备你一颗乳针。我们跟孩子之间要建立亲密关系，各位觉得有没有有效期限？有效期限哦。咱拢算属于教育圈呢，有效期限。一个父母亲要跟孩子建立亲密关系。原来这个囡仔我生 DNA 遗验99.99%那就是我囝，那叫做亲子关系。但是那是从科学角度、遗传角度来讲的亲子关系。其实人在世，人终其一生最重要的亲子关系是要去营造亲密关系。亲子关系不亲密，我相信那是一个非常不堪，会让你觉得很遗憾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拥有亲子关系，我们更要去创造亲密关系。那我刚才跟各位分享各位也都认同我们要跟孩子建立亲密关系，那个宝贝我们要跟他建立亲密关系，那个是有效期限的。来，请告诉大家，你觉得我们身为父母亲要跟孩子建立亲密关系的有效期限是在什么时候？各位的概念都好清楚，国小。但是现在的儿童心理学家已经把年龄层往下降到10岁了，因为现在外面小朋友接触的资讯太发达。为什么孩子跟我们之间会有一个亲密的有效期限？孩子会跟我们亲密，必须要在黄金依赖期。他没有独立于社会的能力，所以他依赖我们大人。当他需要依赖你的时候，你得到他的信任，你得到他的喜爱，你得到他的一个特殊的感情，他就是我爸妈，他一辈子对我最好。你的付出他能感受。这一个有效期限，在他黄金依赖期依赖你的时候，你帮助他，让他感受到这就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爸爸跟妈妈。这个时候你才能够有效的建立起亲密关系，这是很现实的。他跟你建立亲密关系，是因为在黄金依赖期，等到他进入同才期。亲爱的各位，同才期就是我有朋友了，他慢慢的进入同才的这个阶段，我不需要靠爸爸靠妈妈，我有很多好朋友，我有事情我找我朋友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在学校里面常常也都感觉到，小朋友还没有上学的时候还抱在怀里的时候，这个学龄前的妈妈说，妈妈说，妈妈说，爸爸说，都是爸爸跟妈妈的最大。等到他上了幼儿园，上了小学，谁说？老师说。我们老师说，也许那个老师包含一个就是你。我们老师说。可是呢，曾几何时，随着孩子年龄慢慢长大
对，到了国小4年级、5年级，他就不会在我妈妈说，不会在我们老师说。如果在4、5年级的时候，嘴巴还在我妈妈说，我妈妈说，他就会被人家笑成什么妈爸，所以他不会我妈妈说了。但是如果在我同学说之前，也就是10岁之前，我这个当妈的，我这个当爸爸，我已经跟我孩子建立起亲密关系了。也就是说，在他10岁以前，我常常跟他聊天，我们的家庭生活很美满，他对着家庭的认同度，对爸妈的一个这个亲密关系是建立起来的。那纵使他已经进入同才期，他回过头来，我们的亲密关系依然是在的。所以有很多的父母亲会告诉我说，他常常问他孩子问题，他孩子，哎，你今天在学校过得怎么样？还好啦。今天怎么了吗？没啦，2个字、3个字就把他打发掉了。你就听不到孩子心里面在想什么，他在外面发生什么。但是各位都很清楚，青春期的孩子是在同才，就是交朋友阶段。我们最担心孩子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他交到什么样的朋友，会影响到他未来的路。所以我们会关心，但是这时候的关心如果没有建立在以前的亲密关系，你想要再从他嘴巴听到他心中的话，难度会比较高。所以聪明的父母亲必须要在有效期限，也就是12岁、10岁以前。如果我们家的孩子比较单纯的，社会性没有那么快速、那么复杂的，12岁以前都是建立亲密关系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因此，爸爸妈妈或者老师是启发孩子阅读这一块的第一把钥匙。那你跟他建立亲密关系，刚才讲过的动态的、静态，只要是陪伴，都是可以建立亲密关系的。各位绝对有看过《天下》杂志这一本啊，《天下》杂志这一本，对不对？各位应该都有看过，不然你也有听过啊。《天下》杂志曾经对我们国小4年级，就是10岁啊，虚岁就11岁，针对4年级进入同才期的孩子做模样调查。孩子，你幸福吗？你猜猜看，我们台湾的孩子幸福吗？很幸福。照理说应该要很幸福。其实有国际调查，我们台湾亚洲的父母亲对孩子的付出大于欧美各国，更不用讲那个非洲那边，对不对啊？大于欧美各国，我们对孩子的付出。照理说，我们台湾的孩子应该是幸福感十足。可是呢，《天下》杂志的调查竟然有高达36.2%孩子说我不幸福，这数字让人很忧心。36.2%的孩子感受不幸福，虽然还有60几认为幸福啦，那个数字我会觉得理所当然，因为我们台湾的父母亲为孩子真的是做牛做马，把最好的给他，为他安排很多的这些学习。可是孩子竟然有高达36.2%不幸福，所以《天下》杂志在设计一个问题，都很简单的问题，在问这些不幸福的孩子。第2个问题一定问你为什么不幸福？如果你们家孩子说妈妈我不幸福，一定会想要知道原因嘛。好，所以呢，我再把这个问题丢给大家，来，我们一起，各位浅显想一想，当今社会的孩子，正要进入青春期的孩子，4年级的小朋友，为什么他心中会有不幸福的感觉？补习太多，来再丢你的想法。父母都在玩手机，还有呢？怎么样？好，其实已经讲到重点了。10%的孩子不幸福是因为物质不满足，你相信吗？有一些父母亲会养出物质型的孩子，要小心哦。我刚才一开始就有讲哦，我们要在生活当中去察觉、去省思，你会不会养出一个物质型的孩子？我们的生活怎么样，孩子就怎么学嘛。他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长大？如果我们对物质是我想要就买，想要就买，你买回来不是你需要的。我当下喜欢我就买回来，回到家那个喜欢的情绪过了，或者用了1次2次就不喜欢，就把它放在旁边束之高阁。其实孩子看他就在你身边，他就在这个家庭里面长大。反正我想要我就买，或者孩子在成长历程里面，妈妈我要这个你就买，妈妈我要这个，爸爸我要这个，所有的玩具都买给他。你不可能永远满足他，所以哪一天他
想要的，你只要不满足他，他就不幸福了。因为从小到慢慢长大的成长历程里面，他一直都在想要被满足的，只要是想要就被满足，只要想要就被满足。那么哪一天想要不被满足的时候，他就不幸福。这种孩子有，绝对有。所以我都不断的提醒我们的家长们，今天我们有爸爸的身份，我们有妈妈的身份，甚至有我们阿公阿嬷的身份，一定要让孩子在消费的过程里面，在生活过程里面知道什么叫做需要跟想要。你的学习、你的生活、你的成长，需要的一定供应你到底。可是你想要的，你必须透过努力。或者我必须要有所限制。比如吃这件事情来讲好了，好，你需要的营养一定给你，那你天天出去都要给我吃麦当劳，那就只是你的想要。好，你要到学校跑步，你要有布鞋，你要活动，你要有一个舒适的布鞋，我可以买给你，但是一定要 S 的吗？一定要打勾勾的吗？那就不一定，每个人的家境不一样。好，所以以前我常常跟我儿子讲说，你想要吃鲍鱼，以后自己赚，我只能给你吃杏鲍菇，对不对？好，你要吃鱼翅，以后努力，我只能给你吃粉丝，我就是个公务人员嘛，领薪水过日子的。好，孩子，你想要有更好的未来，那你就要拼啊，靠你自己啊。好，所以物质不满足的孩子占10%，不要养出物质型的孩子。另外10%孩子不幸福的原因是压力。刚才提到了功课压力太大，补习太多。功课压力有的来自于父母亲的期许，来自于学校师长的一个压力，来自于对自我期许的压力都有哦。这是课业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是时间的压力。小朋友会不会有时间压力？你觉得小朋友会不会有时间压力？有呢。很多父母亲把孩子排得满的。周一下课要干什么？周二要干什么？就餐要干什么？到了周六，从早上一直排到下午。我还曾经在我们的新营，晚上8、9点了，哎呦，我看到一个小身躯背着一个重书包在那边左顾右盼，大概在等爸爸或妈妈来带他，都晚上快9点，还回不了家。我那时候心中就只有一句话：有家归不得。孩子好可怜。你看，从早上7点多到学校。早7点多就把他送到学校，然后中午低年级的孩子中午晚上要上安亲班，现在学校又安排很多课后才艺班、课后补习班，晚了之后还要去学英文、学数学、学什么一大堆。所以现在的孩子，他时间把他排得太满。有一次我美国那个儿子嘎嘎，我们在LINE聊天的时候，他突然不知道讲到什么话题，他说：“妈妈，其实我还蛮感谢你的。”我说：“你感谢我什么？”他说：“小时候啊。”我们班上同学都在补习的时候，我都在学校的那个沙坑那边玩，然后我都在跑步，我不用去补习。我说对啊，小孩子就玩得开心比较重要，而且最重要你要感谢你自己，因为你把自己该做的事情都做好了，所以你不需要去补习。他说对啊，要去补习都没有自己的时间了。孩子的童年需要空白哦。其实有很多观念都被商人误导，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点。所以我们就积极的为孩子安排很多学习的活动，因为我不想我只有生1个，我只有生2个的话，我不想让我的孩子输在起跑点啊！我希望他的未来有更大的那个什么竞争力啊！所以一而再再帮他安排很多父母亲又认真努力工作赚钱，然后去支付他的补习费、安心费什么一大堆。我曾经也有到一些妇女的读书会里面去分享过，然后私底下在聊天的时候才发现，这个妈妈其实平常是在家的，她没有工作啊，她是全职的妈妈。可是呢，他们家的孩子下课之后还是都去安亲班。其实安亲班这3个字的意义是因应社会，双薪家庭变多。对不对？你父母亲就不在家，没办法陪孩子，所以我安亲嘛，让父母亲安心。那你时间到了，你有时间你就把孩子带回去嘛。那妈妈不上班，你把孩子送安亲班。我在学校每次在放学的时候，我都听过好几次，很心酸。校长，我们不喜欢去安亲班，我很想回家。所以你要跟妈妈说，这个校长帮
不了你的忙，这是妈妈安排的。妈妈在家睡午觉，孩子在安亲班睡午觉，这很多哦。或许在你的家庭，在你的朋友群里面也会有这些现象，所以孩子的时间没有空白，他有压力。好，那他还有交朋友的压力哦，因为4年级已经进入同才期哦，在群体里面，是不是？我想跟他做朋友，我很想加入他这个生活朋友圈，同学有没有接纳他哦？好，这些加起来是10%的压力。另外10%物质不满足，10%压力造成孩子不幸福。另外80%就是这位浅显说的，父母亲太忙，没时间陪伴。我讲了这么多，绕回主题了，陪伴。你陪他聊聊天，跟他共同做一件事情，孩子就会感受到幸福，就这么简单。孩子要的不多，就是我们父母亲的陪伴。但现在父母亲常常都说我工作很忙，我事情很多，忽略掉了这一块，会跟孩子建立亲密关系，让孩子感受到幸福感。最重要、最简单、很容易做却忽略掉的事情，就是陪伴。那么在陪伴的过程里面，你跟他讲，你陪伴的过程里面，当然不能动不动就功课写完了没有？这次考试考几分？这次你考第几名？如果你在吃饭的时候，平常看到爸爸看到妈妈都在问这些，孩子会有压力。那干脆就不要看到妈妈好了，哪是问这种让我压力很大的事情？学习只是孩子生活的一部分，绝对不是全部。所以你关心孩子的课业很好，你更要关心今天开心吗？什么事情让你很开心？你今天有没有学到什么好玩的事情？多用正向的启发的问答，让孩子来跟你互动。你可以多听，孩子多说，孩子慢慢的建立起一个习惯，他愿意跟你说。所以儿福联盟告诉我们家长，其实当家长也没什么难，但是你小时候要奠定好基础，你要做好333。第一个3叫做拥抱30秒，抱在怀里很好。孩子小我们一定抱，不要因为他大了就不抱。我们养成这个习惯，我去到机场接机，我到高铁接孩子，孩子下来我只要把双手打开，孩子就来抱我了。拥抱是一个习惯，拥抱是建立在什么？身体的接触，亲密接触，很简单的方法，但是那是建立亲子关系很好的一个途径。所以儿福联盟告诉我们，亲爱的爸爸妈妈，你要做好333。第一个3就是拥抱30秒，你不用在那边数1、2、3、4，不是啦，那个3的意思一而再再而三，3就是多，孩子就想要好好的感受到你的那个温度嘛。第二个叫聆听3分钟，聆听啊，各位你看，我好感动，各位这么专注在听。我想跟各位分享的这些内容，我们平常在家里面常常，你到学校好好听老师上课哦。我跟你讲，我有在听不？讲个半年我听了，我们都期待孩子听我们说话。可是呢，很多小朋友会在心里面 OS 说：“妈妈，你听我说话好不好？妈妈，我跟你说，等一下啦。爸爸，我跟你说，我不赢啦。”我们就把孩子打发掉了。但是1次、2次，孩子不管是喜怒哀乐，他想跟你分享的时候，他要跟你倾诉的时候，你忽略掉。也许你那时候真的很忙，也许那时候真的很烦躁，可是你就在不经意当中把孩子拨开了，就在等一下当中，孩子1次、2次之后，久而久之，他不跟你说了，他转而去跟他的朋友说了。就会回到我刚才所说的，进入同才体之后，你想要再听到孩子内心世界的话，之所以不容易，是因为在黄金依赖期，你的聆听做的不够多。所以，当孩子兴冲冲的，或者满面愁容，爸爸，我跟你说，我们隔壁的那个小钱，他今天很坏，说没有经过我同意就把我的那个橡皮擦拿去了，而且还把我弄坏。真的哦，同理他。那你一定很难过吗？是哦，我很难过。你怎么做？用开放性的语句让他说。那你怎么做？让他说，你知道他怎么处理的？不要下指导语。
也不要给判断。哦，你判断说啊，那小强坏孩子，你不要跟他玩。其实他不是要你指导他只是在发泄他的情绪而已。小朋友把我们当垃圾桶，我把我的情绪倒给你，他开开心心跑去玩。我以前在学校曾经处理过小孩子两个小朋友的阿 Q 吵架，然后吵到父母亲两造父母亲都出来了，然后吵两个父母亲过不去，吵到学校的校长室来。可是往外面看，两个小孩子在操场玩得很开心的。咱囡仔鬼啊，咱大人无鬼。好，所以孩子回来开心的分享，难过的哭诉的过程先听就好，不要下指导语，也不要去点评他啊，你们老师好偏心哦，不要在孩子的面前说负向的话、判断的话，因为有时候孩子说完，我们老师偏心是啊，为什么会这样呢？你觉得呢？哦，原来去同理孩子，要让孩子多说，所以你要聆听3分钟。第3个3叫做陪伴30分钟，就我们前面讲到现在很重要的主题。你看这些都是贯穿在一起的。一个聪明的父母亲，一个有智慧的父母亲，你这一点有做到，我相信我们的孩子成长会是非常幸福的。所以在陪伴30分钟里面，动态静态都好。亲子共读就是其中的一环，一个方法。亲子共读不是陪伴的全部嘛？你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法。就像我说，读经是阅读的一部分，阅读是陪伴的一部分，对不对？陪伴是孩子快乐成长的一个因素。好，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阅读要先阅读。第2个阅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我刚才讲的开心，是不是？就是要开心啊，就是要开开心心。那阅读有3大法宝提供给大家。第一个，阅读要尽早，越早越好。刚才有听到小婴儿在哭的声音，那么小能不能阅读？可以。因为我本身我们练儿童练教育的，这孩子的教育越早越好。有人就在做，这叫什么教？胎教，那是真的，绝对是真的胎教。所以我们家老大刚出生，那个老大照书养嘛，我就照我读的书内容所做的精神去养，从小抱在怀要抱，常常抱着怎么办？咿呀咿学，我们会唱摇篮歌，我才不唱这歌嘞，我唱什么？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我念唐诗300首给他听，因为事实上摇篮曲要的就是一个节奏，你用什么都可以。好，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他在享受你身体的晃动过程的节奏，还有你的声音源，就这样而已。好，我常常念很多唐诗给他听，我本身也是国文系的，我也常常在我们孩子慢慢长大1岁多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想，我来试试看，我就在晚上睡觉哭啊，不睡啊，就把他抱起来，然后就念给他听，212、224、236、248、250，我背99乘法给他听。我就每次都笑着说，我不知道他后来念台大电机系跟这个有没有关系，但他对数字真的就很敏感啊，那是我自己乱掰的啦。但是我真的就是念这些有节奏性的经书文字不管是唐诗、宋词，通通都好，我记得起来我就念给他听，睡着了。你唱摇篮曲，你喜欢音乐的，你唱摇篮曲当然很好啊，是不是？那些都是你的声音源，越早越好。这些声音源，他不认识字，但是他会有很多丰富的语汇。小朋友从丰富的语汇会输入哪里？就好像那个电脑一样，要输入，我今天才能输出。小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给他的，他才能输入到他的记忆区里面去。输入越多，他有记住的越多，将来他在学习的过程里面，他透过脑神经连接线到记忆区里面去连接相关的东西，他的学习会变快。
就像等一下11点到啦，我下课了，各位可能你要回家做午餐，或者你要回家，今天晚上你要煮晚餐，打开冰箱，内底空空，你今天无去菜市场买菜，没有食材，哇，你想要煮一桌午餐或晚餐，有可能吗？不可能，因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小朋友在成长历程里面，他的记忆区，我们每一个人的记忆区都一样。那个记忆区就如同我们家的电冰箱一样，你要输入，你要买食材回来。所以你我的学习哦，包括我在学习，我这些东西我看过了，我要有一些东西会记住，有一些东西会去连接我的旧经验。会变成我的新知识，这就是学习的秘密。因此，越早越好，让孩子听到很多，孩子抱起来走到外面去的时候，哎，这就是树木、阳光、太阳哦，或者你告诉他车子，小朋友一开始出去都是叠字车啊，吃，那个。那他想要什么？他都会慢慢的从叠字词到一个字到一个词，慢慢的学会说话。那他在学会说话的过程里面，你多给他一些正确的预知，他在说话这个区块上面的速度会比较快。然后慢慢这些都会输入他的记忆区，帮助他未来相关学习的连结。所以越早越好哦。然后补他反复读。我相信各位，我们要孩子背诵经文，就是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朗诵。朗诵很重要。我现在在学校也不断的鼓励我们的老师，朗读书声多重要啊！像我昨天看到他所讲的一句话，吴若本所讲的一句话，我觉得那句话很好，我就把它朗诵出来。朗诵会帮助你记忆，朗诵会帮助你理解，所以。对孩子而言，更重要的是他想反复听，是因为这个故事有吸引他。所以我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昨天孩子拿这一本书来，妈妈你念这本故事书给我听。然后今天拿来了，妈妈你念这本书给我听。你看都是同样一本，一而再再而三，他就是都要看这一本。好多朋友反应点头，这是孩子很普遍的一种反应。他会这样做，是因为他太喜欢里面的故事内容跟里面的角色。小朋友会做角色转移，他会想象自己就是里面那3只小猪里面的猪小弟。所以我儿子他小时候很喜欢3只小猪。有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妈妈要讲长篇故事了，你今天想要听哪一个故事？能够让孩子自己选最好，那是他喜欢的，他听起来会特别有味道、有意思。更容易投入其中啊！读3只小猪，我就念完了，说哇，3只小猪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我就给他说晚安哦，帮他盖好被子，摸摸他的头，说妈妈，我好想再听第2次哦。痴情的妈妈就在念第2次，因为孩子还想听，我不想让他带着一个遗憾，然后睡不着觉，就在讲到中途的时候，我很确认我儿子睡着了。就睡着了嘛，所以呢，已经快讲完了，我就讲。好，哇，孩子熟睡了。我起身的那一刹那，他竟然用手抓住我说：“可不可以再讲第3次？”天哪！你干嘛给扒了？没哈，好吧。因为老大照书养，书里面告诉我们，当母亲要很有耐心，要不厌其烦。我就念第3次，我一辈子都不会忘。我常常拿这件事情来调侃我的儿子，就念第3次哦。可是念到最后，这次不会假的，他真的睡着了。所以呢，我就中间让过去，其实也才让了2页而已。那本书薄薄的，3只小猪就薄薄的。从此他们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孩子晚安。妈妈，你第7页、第8页没有念。孩子情节连第几页有什么、第几页有什么，他已经都滚瓜烂熟，但是他就是想听你的声音。我刚才讲的，我们的声音源会是他安定感、幸福感很重要的一个依据。那一天孩子可能觉得我的陪伴不够，
所以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想要听我的声音，所以他要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念给他听，只是透过三只小猪这个故事，所以补足了他的需求。很好，我就跟他讲说，哦，你好厉害，明天补给你，好好睡觉，妈妈累了。我讯息，我告诉他我累了。我从小就让孩子知道，我也有需要休息的时候。所以我现在都跟很多爸爸妈妈讲，爸爸妈妈，我们不要当 7-Eleven， 你要告诉孩子我要下班，10点你去睡觉，我11点睡觉，10点到11点那是妈妈个人下班，我要自我充实的心灵时间。做得到你就是幸福的。好，这个区块我们就今天先不讲。选书投其所好，我刚才说的，孩子喜欢什么书，你选什么书。的儿童文学家曾经做过调查，孩子喜欢的书，第一，用动物当主角的书，孩子最爱。所以你会发现哦，对哈，孩子最喜欢的童书，大部分的角色都是动物。因为从儿童心理学来讲，那是他们的最爱。第二个主角是跟家人相关的，爸爸啦、妈妈啦、弟哥、兄弟姐妹啦、公阿嬷，因为跟他的生活连结性比较高。第三个就是公主、王子这种童话故事，孩子会比较喜欢。所以你们家的宝贝喜欢什么，或者你周遭的孩子喜欢什么，你投其所好，他会更容易进到这个故事里面来。因此，各位要知道这个画面。我告诉你什么？哦，你们脑中都有属于自己的答案，那我相信你们答案都是对的。是的，那边连小朋友都有想法。其实小朋友从图里面，他最容易说出自己的想法。所以我告诉各位，图其实是很好的一个阅读媒介。你认为最好的，你舍不得吃，那是你最爱的，你舍不得吃，我就把最爱的给你，因为你是我的最爱，所以我最爱的也给你。但是那不是他最爱的，所以身为一个父母亲，我们身为一个老师，要先知道孩子喜欢什么，孩子喜欢什么，投其所好。好，因此阅读这件事情，不仅在翻动书的页码，也在提升跟孩子的对话。我一直在强调的，跟孩子对话。那我们在带读经的过程，除了让孩子能够朗朗上口，让他知道经文的意义，让他能够在生活当中实践之外，我们各位前贤有一个很重要、隐藏在背后的强大力量，就是陪伴孩子，就是陪伴孩子。好，你在陪伴孩子，在那一个当下，在那个 moment， 在那30分钟、1小时里面，你是孩子很重要的他人，你能够带领他醒思，带领他成长。这张图就是洪兰教授给我的，他知道我有在推动阅读，我有自己听他的课，我就拜托洪兰教授说，你那一张图可不可以借我，送给我，然后我在推广阅读的时候也来谈谈这个。这就是我刚才跟各位讲的，各位来看一下哦。各位也会面对很多的家长，你可以告诉我们读经的孩子们的家长，读经的好处。读经的好处就如同阅读的好处一样。在阅读，透过下视丘，就是透过眼睛，让文字立体化。在阅读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跟各位来做报告，我从科学的角度来跟各位分享阅读这件事情有多重要。各位看一下哦，从左边到右边这3个人的，我就没有让各位猜说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脑子里面的脑神经连接线。我长这个样子，你长那个样子，都看得到啊，外看得到。我个子152公分，你180公分，都看得到啊。孩子从小慢慢的要长大了，亭亭玉立了，玉树临风了，都看得到。那我们孩子的脑子里面，他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很多父母亲会忽略掉。你说，这个孩子好聪明，这个孩子会举一反三呢，会融会贯通哎。其实最重要的关键都在他脑神经连接线的活动力。好，我来跟各位报告一下哦。洪兰教授他们脑神经科学的研究是这样的：我们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
布满在我们脑子里的脑神经连接线，连接线哈，它会连接到记忆区里面去抓取。所以我刚才说最重要就是让孩子，我们每一个人的记忆区都会留下我们想要记得嘛。那每一个人的生活背景不一样，你的学识背景不一样，你留下来在你记忆区的东西通通都不一样啊。但是一样是每个人都有脑神经连接线，刚出生的时候是稀稀疏疏的，你从科学角度去看，稀稀疏疏的。但是随着外在刺激，我听到一个声音，我看到一个画面，我经历过一件事情，我阅读过一本书，这些外在刺激统称为文化刺激。所以我们常常会讲，你这个孩子文化刺激很强，这孩子文化刺激很弱，所以刚蒙上一路不怎样。偏乡地区不是我们常常的，偏乡地区的孩子文化刺激很弱，也就是他外在来的，不管声音啊、经验啊、生活的一个接触啊，通通都不够不足。洪来教授团队发现，脑神经连接线只要有经过外在的刺激，它就会活动。脑神经连接线在活动的过程里面，它会增生出去。我本身不是研究脑神经，但是我对这一块很有兴趣。它会增生出去，所以外在刺激越多，它的增生速度就会越快。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有透过各式各样的学习，包括我今天来我们的互动，如果里面的一些内容有刺激到你，你有记到一些东西，就会让你的脑神经连，你现在在专注的过程里面，你抓取这些资讯，那个过程你的脑神经连接线就在活动，活动它就会增生，增生就会越来越多。好，从这里到这里，你会发现到这里脑神经连接线越来越密，越来越多，越来越粗，越来越强，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各位都在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这个现象，对不对？就跟刚才大家用了很多形容词，那形容词都是大家的对它的认知，越来越多，越来越绵密，越来越粗，越来越复杂。好，我举一个例子，各位会很清楚。科学也许太抽象，但是如果我举这个，就是一个交通网络。我们阿嬷那个年代，交通建设不发达，交通工具也不发达。假设我们要从台北到高雄，要到达目的地，我坐牛车在石子路上。为台北要到高雄，你看几天几夜？但是随着交通网络现在很绵密，对不对？有1号，有3号，有快速道路，有飞机，有高铁，有我自己开轿车，说起来90分钟，飞机45分钟就到达目的地了，速度变快了。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把交通网络做得越绵密，交通工具越发达，你要到达目的地的速度会变快。那么我们要去建构我们自己跟小朋友脑子里面的交通网络，我们要为自己建构绵密的脑子交通网络。我们要帮我们的宝贝在成长历程当中，你除了让他长大以外，你在成长过程当中协助他建构脑子的交通网络，让他越绵密越好。他未来在学习的过程里面，他在连接的速度会变快。这个就是我们父母亲的责任。我们在学校里面看很多，张家妈妈有做，李家妈妈没做。2个孩子久而久之，幼儿园都一样，很天真很浪漫。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这2个孩子的学习成就就是不一样。一个有在关注到孩子脑子的成长，一个可能就是忽略掉陪伴这个部分不足。因此，洪兰教授他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所有的刺激都很重要，都很好，但是唯有透过阅读这件事情，脑神经网络的活动力最强，
增生速度最快。所以他说那个爱因斯坦，因为他每天想思考，然后阅读相关的书籍，爱因斯坦大概是黑这个的100多倍、200多倍都有可能，很黑。好，那越黑越密越绵密，他新知识一来，他活动力就越强，去抓取脑子里面。各位你知道哦，如果他在活动的过程里面，他要去脑子里抓取新知识啊，抓取经验没有，那他就连接不起来了。比如说，我最近刚好有朋友在跟我谈股票对我完全没概念，我脑子里没有股票的任何旧经验啊，我零啊，所以搞我工作在刺激我，可是那些东西到我脑子里来，我连接不到我的旧经验，我讲康好都无啊。我的记忆区都无股票的任何物件，康啊，所以我的学习会比较慢。我要慢慢去了解什么叫做买呀、卖呀，怎么做多啊，那些名词我都要先去练习了解，再把这些东西输入。好，所以我的学习，股票的学习，我要从零开始，因为我的旧经验记忆区里面通通都没有。所以为什么要常常增加孩子很多的经验？我给各位这20个字。今天不管在场的各位浅显，我们除了在推动读经这个过程里面是相同的一个目标，但是我们都有属于自己的学识背景、实务经验。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相信各位会很同意这20个字哦。学历是铜牌，学历很重要，在台湾进入社会很重要的一张入门票。但是它很重要，充其量也只是铜牌而已，因为你有学历，更要有能力。你台大毕业，我常跟我孩子讲，你不要以为你台大毕业，你读台大你就很厉害了。你要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去充实自己的能力。那你顶着台大毕业，你顶着这个多高的学历，麻省理工学院的学历，你没有能力，你纵使进入这家公司，你没各位都被人家看出你的不能播嘛，对不对？人家就把你 cancel 掉，没了。所以能力比学历更重要。那一个有能力的人，你要思考一下，还有一个更重要就是人脉。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看各位，我们今天齐聚这里，各位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际网络。这个人际网，我常常都讲说，我没盖搞，我朋友拢都搞，对不对？好，各位也许也都可以当成我人际网络其中一个环。今天例如也是因为到新颖图书馆，然后建立起这样的一条人脉，所以他今天跟我结识，然后请我来。我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缘跟大家结识，也许有机会变成我的另外一个人脉，对不对？我们大人讲人脉，那很社会性；小朋友很清楚，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小朋友生一个、生2个，我们现在宝贝在人际关系的建立，其实更显得重要。我们以前在大家庭长大，那个人际关系，兄弟姐妹、表兄弟、堂兄弟姐妹一堆，用很多朋友、亲戚共处。现在孩子1个、2个，所以到学校里面过群体生活更重要。所以我们父母亲除了在乎孩子的学业成绩学到什么，更要去在乎他与人之间的互动，会不会与人合作、与人分享、与人共同解决问题。这些合作的关系是他未来踏入社会、慢慢长大之后与人与人之间关系很重要的一个能力。好，第4个，我刚才有提到的，你有金牌、有银牌、有铜牌，都还可以再努力，再拿一张王牌，再拿一张王牌。好，王牌是什么？就是这个是谁也拿不走的。我相信在场各位有很多不同面向的专业，在场的各位，你们一定有很多不同面向的专业，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专业，那就是你个人的思维。这思维有专业的思维，有人生的思维，生活哲学的思维都好，那个是一个人生命很重要的光彩。
健康就是颜值牌了哈，一定都要有啦哈。所以这4张牌太重要了。小朋友在成长的历程里面，读经的过程、阅读的过程，我们都在引导孩子，去感受，用他敏锐。小朋友的观察力比我们强，尤其在看绘本的时候，那些图像你没看到，孩子都看到。所以孩子也可以，我们也可以向孩子学习。我常常在看一本绘本的时候，孩子会帮我点到我的盲点。所以我讲一个故事，讲1次、讲2次，我的功力都会大增。为什么？孩子都会教我，我会从孩子身上学习。那你愿不愿意学习，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好，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孩子讲的，你给他批功的形象。好，我们要愿意接受孩子的一个教导哦。有时候我们会向孩子学习哦。孩子有很丰富的想象力哈，让孩子在阅读过程当中去发现美好。读经也是相同的道理，在读经的过程里面，让孩子去感受到在故事背景里面的意义，感受到古圣先贤他们知识的一个伟大哈。所以呢，在阅读这个区块有3个方式。洪兰教授他们跟思长部长他们告诉我们3个方法。第一个就是为爱朗读，我们爱孩子嘛，我们从刚到现在陪伴孩子很重要。那陪伴孩子，如果说要打开一本书来陪孩子读一个故事书，甚至于是读一段经文都好，就是为他朗读。尤其越小的孩子，你想要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带他读，他不识字啊，就读给他听。那些声音都是孩子很重要的声音源。这3个字我今天已经讲过N次了，我相信或许已经有输入到你的记忆区里面去了。声音源，我们每一个人声音源，你在家里是爸爸、是妈妈、是阿公、是阿嬷，你的声音源对孩子的影响，他的安全感影响非常的大，所以你就为他朗读嘛，在朗读的过程1次、2次，有些孩子慢慢的他会从图像专注在图像上。那孩子不识字没关系，他看着那个图像，越小他知道的东西就越少嘛。但是一定是从0开始嘛。孩子会指着那个图像里面的红色，小朋友会讲出红色，那我们大人的引导就可以从颜色开始，对，红色，然后你就可以找不同的色彩来跟他分享。这是什么？蓝色、绿色、黄色，他今天就认识了色彩，他就会认识色彩。随着1次、2次的累积，下一次他就看到这就知道这是黄色、红色、白色，他就念得出来了。他不知道白怎么写，他不知道黑怎么写，但是他看到那个颜色，他知道那是黑色。小朋友的语汇是这样慢慢建构起来的。所以呢，小朋友的语言就是透过不同人给他的声音源，他去把它建构起来。所以我们常常朗读文字给孩子听，除了让孩子去看到里面的这些图像以外，他听到那些声音，比如说，这3只小猪，老大猪大哥，猪二哥，猪小弟，猪，从头到尾要猪先10次、20次、30次。小朋友看到那个猪，下一次再看到那个对孩子来讲，那些文字对他来讲都是图像。那个文字一开始对孩子来讲都是图像，所以3只小猪，猪大哥，猪二哥，猪小弟，猪一直出现。那小朋友下一次看到那个字就知道那个字要念什么。猪，我，你，小朋友一开始是这样认知的。所以为爱朗读除了满足孩子的声音源以外，小朋友随着你告诉他的那些内容，他跟着你看文字，你再念给他听，一而再再而三出现的文字，小朋友就记住了。那么我们人的行为学里面有一个21，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听过21这个数字哦？我刚才也说过啊，我看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或者你现在正在学习某一样才艺，有时候我们学到一个地方都会有瓶颈，
突破不了，会撞墙，突破不了。有些人就放弃了，直接放弃，我突破不了。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努力再努力。我昨天去散步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小朋友，3天前我看他上滑板就掉下来，上滑板就掉下来。我们那个很远的隔壁，好，就才过3天哦。我走过去的时候，看他已经滑得非常的自在了。我就告诉他说：“哇，你好厉害哦！3天前我看到你上去又下来，上去又下来，根本上不去。”然后他跟我说：“对呀，我很厉害吧？”我说：“你很认真练习，对不对？”他说：“对呀，我还有参加我们学校的那个蛇板班的社团，不断练习。如果你没有经过21次的挫败，不要轻言放弃。你我都一样，大人小孩都一样。21，这是人类行为学专家特别告诉我，我被实验过，我有一次去上那个圆桌会议哈，你们有听过圆桌会议哈？那有一个叫做圆桌基金会，他们来办那种人类潜能开发。我去上3天课，5万块钱，好贵的课程，但是我觉得真的很受用。那在其